我生日快乐！你怎么来了？给你个惊喜啊！你怎么知道今天是我生日啊？教还告诉我的，你俩生日不是没有差几天吗？哦，对了，你们训练结束了吧？那结束的话，我们要不要一起去个游乐园呀？我一直都好想去一趟游乐园。你生日我生日啊？啊？去哪儿不应该我决定吗？可是我一直都好想去一趟游乐园，要不要去？要不要去？要。走。我想玩那个。哎呦，那个是电影里的情节啊，我一直都好想去一次的。一口麻。我恐高。啊？你哪种程度恐高啊？我不会去的。那好吧，看来只有我自己一个人去了。别晃，你晃我更害怕。原来这个世界比我想的还要好看呢。连摩天轮都没坐过，知不知道你怎么长大的？真是。还说我呢，你不是也第一次坐吗？别晃了你！嘿嘿，哈哈哈哈哈！早知道你这么害怕坐摩天轮，我应该早点带你过来。你看你现在这个样子都不能动，我对你做什么你都不能反抗。谁说我不敢动？你觉得好看吗？好看。今天你是寿星，你穿什么都好看。我也觉得。对了，我刚刚问了11了，他说他会准时到。真的吗？可爱吗？可爱可爱。给你，我还请了李哲。李哲？你请他干嘛呀？你跟他很熟吗？因为这个，你知道我很容易被收买的。对了，你跟春山现在什么情况呀？啊，我也不知道。学姐，虽然我们年纪差不多，可是我总觉得你内心很坚定，遇事也很有主见，不像我，一旦遇到事情就会左右摇摆，举棋不定。张怀，你是编剧，应该看过不少关于吸血鬼呀、不老之身之类的传说吧？那你觉得在这个世界上，会有那么一种人，
他们活了上百年、上千年，他们拥有跟人类一样的情感，他们有爱也有恨。你觉得这种人真的存在吗？当然不会有了，这些都是编剧们凭空想象出来的，都是不存在的啊。为什么突然问这个啊？啊，这不是万圣节要到了吗？我就突然想起来了。江淮，江淮下来！我下去看看啊。啊。你怎么来了？江淮叫我来的。你叫的？我什么都不知道。那个我还有事儿，我上楼找雪姬。你们聊啊。哎，车车，帮我好好招待他们啊。拜拜。你干嘛去？要不休息一下？你在干什么？啊，没什么。夫人，晚餐用餐时间到了，我叫的是鲍鱼粥，营养有益于消化。夫人，夫人，夫人，前台吗？我是185号房间，请快速帮我叫辆救护车。Happy birthday to you。那我们现在玩的游戏就是考验知识的储备了。我现在根据网上的题来出，你们答错了，全都得喝酒啊！好。答对了有奖金吗？奖金你出啊？唉，好开心啊！好久没跟朋友这么一起玩游戏了。哎，来吧，好了，第一题啊，宋金战争时间。从8岁就出国了，中国历史真的不擅长。你们呢？1125年到1234年。回答正确，耶！喝酒。下一题，根据《燕赵王求是》记载，被燕赵王命名为上任将军的是？这道题有点难。中国历史真的不行。燕赵王是谁啊？乐玉啊。回答正确。这道题很简单，和中国没关系。世界上最大的淡水湖。这个我知道，我想想。最大的淡水湖。能不能出个简单一点的呀？已经很简单了，好吗？苏比利尔湖呀。回答正确。许姐好厉害，什么都知道。表面完全看不出来这么聪明。你说什么？什么叫我看不出我很聪明？我本来就很聪明，好吗？夫人，您终于醒了。快联系雪姬，我等不了了。是。不好意思啊，我突然有些紧急的事情。啊？雪姬，今天是我生日，就不能改天吗？江淮，你想跟我一起走吗？
走吧。我送你。不用啦，我们自己走就可以了。我会拯救很快回来的。好，走吧。好好玩，拜拜。拜拜。我去送送焦怀啊。雪姬小姐，夫人在等你。你要跟我一起进去吗？这有可能是你最后一次见到他了。要。走吧。雪姬，你终于来了。罗丽斯，不要叫任何人进来。好的，夫人。对了，遗嘱立好了吧？跟他们说了，死后遗体不能解剖了吧？雪姬，你真的不希望我能继续活下去吗？这不是我需要思考的问题，这是你的选择。你还有一次选择的机会，没准还能多活2天。你真的确定要把我的血输到你的体内吗？不，这是我梦寐以求的。你以后应该不会再费尽心思跟踪我身边的人了吧？你说的是他？我也想有这样的机会，只是我要是活下去，才可以干这件事情。不只是他，还有我身边的其他人。没有，我绝对没有。我总觉得这附近还有其他的人。也许跟踪你的不止我一个。开始吧。雪姬，你在做什么？这是他的心愿，他希望输进这些血。不行，这样会出事的，雪姬。来不及了。这是我的选择，跟雪姬没关系。雪姬，谢谢你。也许说这话现在有些晚了，可是一直以来，我的内心对那个曾经死去的那个朋友一直感到很抱歉。
知道，你一直都希望我死去，你一直都是那个冷血的人。学姐，学姐，我们需要叫医生！医生！医生！夫人，他身上的这些红斑，像这种状况，注射过其他药品吗？没有，1小时前按照医嘱叫护士打的针。走吧。夫人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那个血是从哪儿来的？江淮，我有很多事情想告诉你，但不是现在。你有多少秘密我不清楚，可是今天有人因为我而死，不是因为你，这是他自己想要的。可是如果不是因为我，如果不是因为我要送他那种礼物，怎么会这样？我怎么会知道你送他的是那种礼物？怎么会这样？江淮，这是他的心愿，是他的选择。如果你的善良让你感到自责的话，那么我希望你以后在做决定之前，可以先看清楚真相。走吧，走吧，回家吧，回去继续过生日。怎么还有心情去玩？都发生这种事情，你怎么可能若无其事的去玩呢？好吧，注意安全。雪姬，喂，陶德，你帮我调查一下，看看今天医院有没有什么监控录像有可疑的人。我很好奇，会是谁？好。完成的不错呀，没有被发现吧？有被察觉，不过没关系，我已经安排好了，在那个时间段里，所有的监控全部毁掉了。够聪明。喂，你好，请问是吴先生吗？你是谁啊？我现在很忙，没空接你电话。是因为母亲张敏之死的事情吗？你怎么知道？给我个地址吧，我会给你一份文件，想必你一定会很感兴趣的。把这个拿去给吴先生，还是一样，不要被人发现你的样子。好的。喂，你到底是谁？你给我寄的这些照片里，这个女人是谁呀？她手上拿的什么东西啊？我妈妈是被她谋杀的，我绝对不会放过她的。
怎么又选那么高的地方？之前就跟你说过呀，我喜欢高的地方。和江淮无故消失，然后又一个人跑到这么高的地方，你脑子坏掉了？就在今天，我认识很久的一个人去世了。当着他的面，嘉华应该一时半会接受不了吧？那你呢？看过很多生老病死了，所以不会没办法接受吧？你要听实话吗？是的，所以我不想活那么久啊。人呢，就是要在该死去的时候，潇洒的去死。